今日如果講蕭若元，好多觀眾第一時間諗到嘅可能係網台，可能係時事評論，甚至有人根本唔知道佢拍過電影。但如果將時間倒退30幾年，當時嘅蕭若元並唔係坐喺鏡頭前面講政治，而係香港電影圈最活躍、最有影響力嘅電影人之一。更加誇張嘅係，香港電影黃金年代最重要嗰批作品背後，竟然好多都出現過蕭若元個名，有啲係編劇，有啲係監製，有啲係創作策劃，有啲甚至直接改變咗香港電影發展方向。咁問題嚟啦，呢啲作品有幾多係靠麥當雄、靠周星馳，又有幾多係佢過分邀功嘅呢？歡迎訂閱我哋嘅頻道，點讚留言，多謝各位。今日我哋就一齊回顧蕭若元10大電影代表作，睇下點解一個後來以政治評論聞名嘅人，當年竟然係香港電影黃金年代嘅重要推手。第一部《法內情》1988年上映，由劉德華同葉德嫻主演。今日好多觀眾提起葉德嫻，第一時間可能係與龍共舞嘅11家，但其實早喺《法內情》，佢已經交出一個極具震撼力演出。究竟應該點樣選擇呢個問題，直到今日都冇標準答案。而電影上映之後，唔單止票房成功，更加令葉德嫻獲得多個電影獎項肯定。當時香港電影最擅長一樣嘢，就係將商業、娛樂同社會議題結合。觀眾睇戲之餘，亦會思考人性問題。而蕭若元喺創作上一直都特別鍾意處理呢類題材。第二部《公子多情》1988年7月上映嘅《公子多情》，雖然票房高達2300幾萬，不過喺今日香港電影討論裏面存在感其實唔高。尤其係每當提起周潤發80年代代表作，觀眾首先諗起嘅通常係《英雄本色》、《監獄風雲》、《賭神》，甚至王晶嘅《精裝追女仔》。好少人會第一時間講到《公子多情》。但如果將佢放返喺當年香港電影環境去睇，呢部戲其實有相當重要嘅意義，因為佢唔單止係周潤發事業最巔峰時期嘅作品之一，更加係蕭若元創作方向逐漸由寫實犯罪、社會議題轉向主流商業娛樂電影嘅一個重要轉折點。80年代後期嘅周潤發正值所謂發哥神話時代，《英雄本色》之後，周潤發幾乎成為全香港最具票房號召力嘅男演員。無論黑幫片、愛情片、喜劇片，甚至文藝片，只要掛上周潤發個名，市場基本已經成功一半。而《公子多情》正正誕生於呢個特殊時期。呢種故事如果放到今日睇，可能唔算特別新鮮，甚至有啲過時。但放喺80年代香港商業片市場，其實係非常成熟而有效嘅娛樂模式。對於長期跟隨麥當雄路線、參與法內情、省港奇兵呢類偏現實題材創作嘅蕭若元嚟講，呢部戲其實反映咗佢對市場需求嘅敏銳觸覺。電影入面最有趣嘅地方，《公子多情》裏面嘅周潤發，既有公子哥兒嘅瀟灑，又保留住市井人物嘅親和力，觀眾唔會覺得佢高高在上。《公子多情》雖然整體基調偏商業娛樂，而從蕭若元角度去睇，《公子多情》其實好值得研究，因為佢反映出一個後來會不斷出現嘅創作特徵，就係市場導向。好多人對蕭若元印象停留喺佢最擅長寫梟雄、江湖同權力鬥爭，但事實上，蕭若元一直都非常了解香港觀眾鍾意睇乜。當市場進入明星商業片時代，佢同樣可以投入《公子多情》呢種娛樂性更強嘅作品。從今日角度回望，《公子多情》可能稱唔上周潤發偉大作品，亦未必係香港電影史必睇經典。但如果放喺蕭若元整個創作生涯裏面，佢卻有相當特殊嘅位置，因為呢部戲標誌住蕭若元開始學識點樣將創作理想同市場需求結合。呢種能力後來進一步發展，最終演變成後面幾部同周星馳合作嘅呢類全民級喜劇作品，甚至20多年後3D 肉蒲團嗰種極度市場化操作，其實都可以喺公子多情身上睇到雛形。所以
公子多情真正值得記住嘅地方，未必係票房有幾高，亦未必係劇情有幾精彩，而係佢讓觀眾第一次見到另一個蕭若元。第三部《三狼奇案》，1989年香港影史最著名真實案件改編電影之一。呢部戲講述一宗轟動全港嘅綁架殺人案，三個本來平凡嘅男人因為貪念，一步步墮入深淵，最終走向不可挽回結局。電影最大魅力唔係血腥，而係真實，因為觀眾知道呢件事曾經真實發生，而且距離自己生活並唔遙遠。當年香港電影有一種能力，就係將報紙社會新聞變成一部又一部令人難忘電影，而蕭若元正正係呢方面高手。佢非常擅長由現實社會急取靈感，再將事件戲劇化，變成觀眾願意買票入場嘅故事。第四部《跛豪》，1991年，如果要選香港影史10大黑幫電影，《跛豪》幾乎一定入選。呢部電影我哋之前講過，而最精彩地方並唔係黑幫火拼，而係時代背景60年代香港警黑勾結、貪污橫行、殖民地制度下權力失衡，全部透過電影呈現出來。呂良偉憑呢部戲一戰封神，直到今日，好多觀眾仍然認為《跛豪》係佢演藝生涯代表作，而蕭若元參與編劇及監製工作，某程度上呢部戲亦奠定咗佢最擅長嘅創作方向，即係大時代背景下嘅人物傳奇。第五部《玉蒲團之偷情寶鑑》，呢部片我哋上一期麥當雄專題嘅時候講漏咗，多謝網友嘅提醒。同樣係1991年，如果話跛豪代表香港電影厚重一面，咁玉蒲團就代表另一種極致娛樂性。香港三級片曾經風靡亞洲，但真正成功作品從來唔係靠裸露畫面，而係靠創意。玉蒲團將情色、喜劇、古裝、奇情元素融合，形成港產片獨有風格，電影票房大收，甚至成為90年代最具代表性三級片之一。更加有趣嘅係，20年後蕭若元再次參與 3D 玉蒲團之極樂寶鑑，形成一個橫跨兩代觀眾嘅有趣巧合。如果講香港電影最識跟市場、最識玩創意，玉蒲團絕對係經典例子。講開蕭若元，其實好多人只記得佢係編劇、監製同新聞評論員，但除此之外，佢曾經北上內地發展實業，投資工廠同瓷磚生意。其實一間工廠要運作得順暢，除咗管理同市場之外，生產設備同工業配套都非常重要。如果你喺香港、馬來西亞等海外或者中國內地做工業風機相關嘅工程項目，或者想採購通風設備，我哋可以幫你直接對接中國源頭工廠佛山九州普惠風機有限公司。公司已經同我哋頻道達成長期合作，俾你直接揾廠家同經銷商，價格都有優勢。工廠目前有3000多款風機設備，包括工業除廢氣、消防排煙、廚房排油煙、廠房降溫同新風系統。產品已經出口到全球50多個國家和地區，並參與過廣州中信大廈、半島酒店、菲律賓海島度假村嘅通風系統、上海公共衛生中心等工程項目。如果你想了解產品價格或者工程方案，歡迎聯絡我哋，可以帶你實地參觀工廠總部。就算一件產品，我哋都可以幫你攞到你滿意嘅價格。講完跛豪同玉蒲團，如果話前面幾部作品已經足以證明蕭若元喺香港電影圈地位，咁接落嚟幾部電影更加直接將佢推上黃金年代核心創作層，因為呢幾部戲入面有2部改寫香港梟雄電影歷史，有3部來自周星馳最巔峰時期，而直到今日，觀眾可能仍然日日喺網上睇到相關片段。第6部《上海皇帝》，嚴格嚟講，《上海皇帝》分成《歲月風雲》同《雄霸天下》上下2集，但如果將2集拆開計算，其實唔公平，因為佢本來就係一個完整故事，所以我哋今日將佢視為一部作品。雖然之前講過
但今期我哋更多從蕭若元嘅角度分析呢套戲點解令佢每每提起都津津樂道，甚至唔少人話佢成日講舊史，講到依家。90年代初，香港電影圈流行一種題材梟雄傳，由真實人物改編，再結合大時代背景，跛豪成功之後，市場開始發現原來觀眾唔單止中意睇黑社會，更加中意睇大人物發跡史，於是就有咗上海皇帝。電影以民國傳奇人物杜月笙作為原型，講述一個出身低微嘅年輕人如何一步步成為上海灘最具權勢人物。如果今日年輕觀眾再睇返，你會發現呢部戲規模大得驚人，由清末北洋政府軍閥混戰一直拍到抗戰前夕，人物數量極多，場景極多，而且演員陣容豪華到誇張。雖然都係冇周潤發、劉德華呢類一線明星，令蕭若元成日耿耿於懷，但正因為咁樣，更加能夠證明呢套戲劇本同出品嘅含金量。當時香港電影有一種今日已經好少見嘅野心，就係用2-3個鐘頭講完整個時代，就算係分成上下集2部影片，都分別係一個完整嘅故事，同樣精彩。呢一點，就算係近期嘅《寒戰前傳》1994都未能夠做得比佢更好。上海皇帝最成功地方，其實唔係黑社會元素，而係權力。佢講嘅係一個人點樣利用時代，又如何被時代吞噬。而呢種大歷史、大人物敘事，正正係蕭若元最擅長嘅題材之一。直到今日，仍然有唔少影迷認為上海皇帝係香港最被低估嘅史詩電影。第7部《鹿鼎記》，如果前面幾部代表蕭若元嚴肅創作一面，咁《鹿鼎記》就代表佢商業觸覺最敏銳一面。1992年，周星馳正值事業巔峰，幾乎拍一部紅一部，而《鹿鼎記》更加成為香港喜劇電影經典。而蕭若元嘅貢獻之一就係選角，當初打算開2套戲，除咗《鹿鼎記》之外，另一套就係《絕代雙驕》。據蕭若元回憶，開頭王晶等人打算周星馳演《絕代雙驕》嘅小魚兒，韋小寶另有人選，係監製蕭若元力排眾議選咗周星馳演韋小寶。第2大貢獻就係劇本，更加準確咁話，應該係故事第1部結尾冇照搬《鹿鼎記》原著個結局，而係將太后張敏同教主夫人2個角色融為一體。呢個改動絕非胡亂篡改，而係一次極之高明嘅商業編劇手術。佢用最少嘅角色數量，承載咗最大嘅劇情功能同商業價值，例如明星效應、角色魅力以及續集懸念，係蕭若元將金庸宏大敘事濃縮成緊湊商業類型片嘅經典手筆。而呢個改動本身亦成為咗影迷心中超越原著嘅經典記憶。當然，電影最大嘅功臣肯定係周星馳。佢唔單止用無厘頭表演重新定義咗韋小寶，更加係以一套完整嘅從市井邏輯出發嘅喜劇方法論，徹底重構咗角色嘅人物弧光同敘事嘅喜劇節奏，將金庸文本入面嗰啲複雜嘅政治寓言同人性困境，翻譯成為咗能夠令全亞洲觀眾瞬間共鳴，又值得反覆品味嘅跨時代經典。呢個年代好多電影人都有一個共識，改編唔係照搬，而係重新創造。如果完全跟足原著，未必適合電影節奏。而《鹿鼎記》成功證明，只要保留角色靈魂，其實可以大膽創新。電影上映之後，票房大收，更加成為周星馳代表作之一。而蕭若元作為監製團隊重要成員，亦參與見證咗香港喜劇最輝煌時刻。講到呢度，如果你以為《鹿鼎記》已經係蕭若元電影生涯嘅巔峰，咁你可能仲未睇到最精彩嘅部分，因為喺《鹿鼎記》之後，蕭若元先真正進入自己電影創作最具爭議亦最具代表性嘅時期。不過更加有趣嘅係，對於今日大部分觀眾嚟講，蕭若元最出名嘅作品未必係《鹿鼎記》，甚至未必係《上海皇帝》同《法內情》。真正令幾代華語觀眾記住佢嘅，反而係同周星馳合作嘅幾部經典電影，
唐伯虎點秋香入面，好多觀眾津津樂道嘅橋段，背後都有蕭若元參與創作。武狀元蘇乞兒入面有啲嘢都出自蕭若元手筆。而更加令人意想不到嘅係，當所有人以為佢已經遠離電影圈多年之後，佢竟然又憑一部震動全港嘅三級片，重新回到大眾視線，創造出香港電影史上一個極其特殊嘅票房神話。下一集開始，我哋就由唐伯虎點秋香講起，睇下蕭若元究竟點樣同周星馳碰撞出最燦爛嘅火花，又點樣由90年代喜劇黃金時代一路走到三級片嘅瘋狂年代。多謝你嘅收睇，歡迎點讚、留言、訂閱同分享，下一期再見。